醫學界早就發現咗一個現象，老年痴呆絕對唔係一夜之間發生嘅。佢唔係話你今日65歲仲好地地，聽日朝早瞓醒就唔識路啦。唔係嘅，佢係一個漫長過程，可能喺10年前、20年前嗰個種子就埋咗落去，而埋下呢個種子嘅，正正係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忽視嘅4個習慣。最要命嘅係呢4個習慣喺好多中老年朋友眼中，仲俾人當成係養生秘訣，當成係享清福，改掉咗，大家都可以離老年痴呆遠遠嘅，令晚年生活質量可以提升一大截。引發老年痴呆嘅第一個習慣，飲食過於清淡。呢個係大多數老年人最普遍嘅通病。而家生活條件好咗，大家都有健康意識啦，去體檢，醫生一話，哎呀，你呢個血脂有啲高，血壓要小心。好多朋友翻屋企之後即刻嚟個180度大轉彎，由嗰日開始，肉又唔敢食啦，油又唔敢落啦，雞蛋黃都要瘦走掟咗佢。一日3餐，嗰啲係青菜豆腐保平安，煮到清湯寡水，覺得呢個就係養生，呢個就係自律。現實中太多呢啲老年朋友啦，覺得自己咁樣可以長壽，但係實際上呢種極端嘅清淡飲食，其實係喺度俾大腦斷糧。大腦入邊最主要嘅結構成分唔係水，唔係骨頭，大部分其實係脂肪同蛋白質。大腦入邊嘅神經纖維外邊包住一層叫做髓鞘嘅嘢，就好似電線嘅絕緣皮咁。呢層皮如果壞咗，人就會反應慢咗。而修補呢層皮需要優質嘅脂肪、膽固醇、蛋白質。如果你長期滴油不沾，長期唔食肉，你嘅身體係瘦咗落嚟，血脂可能都降咗落嚟，但係你嘅大腦餓壞咗。特別係我哋講嘅維生素 B12，佢主要存在喺紅肉、動物內臟度。如果你完全唔食肉， B12 一缺乏，神經系統就會受損。呢個可係直接導致認知功能下降嘅元兇之一。仲有 Omega-3 脂肪酸，嗰啲係深海魚類入邊先豐富嘅，都係大腦嘅黃金補品。所以喺度要非常鄭重咁提醒大家注意，年紀大咗唔好盲目追求粗茶淡飯。好多100歲老人，你問佢哋食乜嘢，佢哋好少食素嘅，佢哋往往係紅燒肉都食少少，魚都食少少，喐素搭配得特別好。當然又唔係日日大魚大肉胡亂食，要嘅係優質嘅營養。如果驚血壓高，可以少食肥肉，但唔可以唔食瘦肉。可以少食豬油，但係要多食魚油、橄欖油。可以唔食甜食，但唔可以唔食雞蛋、牛奶。老年人吸收能力本來就比後生仔差，後生仔食一塊肉可以吸收 80%， 老年朋友可能淨係可以吸收 40%。如果再唔食，咁身體就係一直喺度虧空嘅狀態，大腦長期營養不良，萎縮得好快。所以由今日開始咧，喺飯台上面快啲加隻蛋，加塊魚，加啲堅果，唔好俾大腦喺飢餓中慢慢枯萎。引發老年痴呆嘅第二個習慣，社交圈子太窄。呢個習慣聽起嚟咧，特別似喺度修身養性，但其實係個大陷阱嘅。好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後，心入邊會有個落差，覺得以前喺單位入邊風風火火，而家退咗落嚟，人走茶涼就唔出門啦。或者有啲性格本來就內向，覺得同人打交道太求太麻煩，仔女都喺外地，老伴又唔中意講嘢，就自己喺屋企待住。而家嘅後生仔我哋又傾唔埋，老朋友走嘅走，病嘅病，算啦，唔出門啦。我就中意清靜一個人睇下電視，幾好啊。中意清靜同社會隔離係兩回事。長期唔同人講嘢，長期唔參與社交活動，呢個對大腦嘅殺傷力唔比日日吸2包煙細。大家可能覺得講嘢好簡單，開口就嚟，其實唔係嘅。首先，耳仔要聽清楚對方講乜嘢，呢個係聽覺中樞。其次，大腦要迅速理解呢句說話嘅意思，甚至要聽得出對方話中有話，呢個係邏輯思維喺度運作。
然後要觀察對方嘅表情係開心定係嬲，呢個係情緒感知喺度運作。最後要組織語言，要將說話講得得體、幽默或者有條理，呢個又係語言中樞。簡簡單單嘅一次閒聊呢，其實係大腦喺度做緊一次高強度嘅綜合體操。如果長期唔講嘢，呢啲功能區就會因為用進廢退而慢慢退化。科學家做過好多研究，發現嗰啲中意去街市討價還價嘅老人家，喺公園度聚埋一齊嘅大爺大媽，雖然有時睇落幾嘈，但佢哋嘅認知能力往往保持得好好。反而係嗰啲成日班埋喺屋企唔出門唔理人嘅老人家，認知衰退嘅速度非常快。因為大腦係社會性嘅器官，佢需要反饋，需要刺激。當一個人獨自待住嘅時候，大腦就處於一種待機狀態，甚至係休眠狀態。慢慢地就真係唔想講嘢啦，詞彙量變少咗，反應變慢咗，甚至連性格都變咗，變得孤僻。好多家庭都遇過呢種情況，老人家一開始淨係唔中意出門，後來慢慢變得覺得邊個都害佢，或者覺得屋企人偷佢嘢。呢個其實往往就係老年痴呆早期嘅精神症狀，而起因就係長期嘅孤獨同缺乏交流。所以唔好太宅啦，哪怕性格內向都要逼住自己走出去，去邊都得。去公園睇人捉棋，哪怕你唔捉，你喺隔籬睇，聽下佢哋爭論，嗰個都係一種努力激盪。去街市買餸，唔好俾完錢就走，同檔主傾下今日嘅菜價，問下呢個蘿蔔點樣煮先好食。去參加老年大學，去跳廣場舞，甚至去社區做義工。重要嘅唔係你講咗啲乜嘢驚天動地嘅大道理，重要嘅係呢種人同人之間嘅連接。引發老年痴呆嘅第三個習慣，瞓得太多啦。我哋由細到大都俾人教早睡早起身體好，多瞓覺係補身體。尤其係上咗年紀，覺得冇嘢好做啦，咁就瞓覺。中午瞓個晏覺，一瞓就2-3個鐘，夜晚食完飯7-8點就上床，一瞓到大天光，甚至日上三竿都唔起身。好多人覺得你睇我呢個睡眠質量幾好，掂到枕頭就瞓着，雷打都唔喐。睡眠呢個嘢過猶不及，對於中老年人嚟講，並唔係瞓得越多越好。如果發現每日睡眠時間超過9個鐘甚至10個鐘，而且醒咗之後依然覺得個頭昏昏沉沉唔清醒，咁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好信號。過長嘅睡眠時間會增加老年痴呆嘅風險，主要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睡眠過多可能導致大腦新陳代謝變慢。大腦喺清醒嘅時候係非常活躍嘅，但喺深度睡眠時腦電波會變慢。第二個原因呢，係嗜睡本身可能就係腦部病變嘅先兆。好多時唔係因為你想瞓先瞓得多，而係因為大腦供血不足，或者腦部已經有咗微小嘅血管病變，導致容易疲勞犯困。第三個原因係打亂咗生物鐘，尤其係嗰啲日頭瞓得太多嘅人，中午瞓個晏覺係好事，但如果瞓咗2個鐘，到咗夜晚肯定瞓唔着啦，或者半夜容易醒。引發老年痴呆嘅第4個習慣，長期唔用腦，呢個都係最核心嘅一個習慣。呢個習慣喺好多退休老人家身上特別明顯。以前工作要用腦，而家好啦，屋企買餸煮飯有老伴或者保姆，大孫都係睇住唔好跌。平時咧就係碌下短視頻，睇下啲唔使用腦嘅劇。遇到啲乜嘢新嘢，例如智能手機點樣用，網購點樣搞，一揮手俾啲細路搞啦。呢種主動放棄思考嘅行為，就係大腦萎縮嘅加速器。我哋嘅大腦遵循一個殘酷嘅法則，用進廢退。大腦神經元之間嘅連接係越用越緊密嘅。你每學一樣新嘢，每思考一個難題，大腦入邊就會長出新嘅突觸連接，就好似樹根咁樣扎得更深。如果你停止思考，成日處於一種放空嘅狀態，大腦就會覺得睇嚟主人唔需要呢啲複雜嘅線路啦，於是佢就開始自動修剪，
將嗰啲唔用嘅神經連接斷開，呢一斷開，反應就慢咗，再斷開，記憶就冇咗。等到斷得差唔多啦，痴呆就揾上門啦。所以千祈唔好覺得自己老咗就乜嘢都學唔識啦，甚至你要特登俾啲麻煩自己。請大家記住一句說話：大腦唔怕就怕閒，俾佢忙起嚟，佢先會覺得自己有價值，佢先會撲命咁維持功能，陪你走得更遠。老年痴呆雖然好可怕，但佢唔係不可戰勝嘅宿命，佢就好似一場要打嘅防禦戰。武器唔係乜嘢昂貴嘅保健品，都唔係乜嘢神丹妙藥，就係每日嘅一日三餐，就係每日出門講嘅嗰幾句說話，就係每日多轉嘅嗰幾次腦筋。人生嘅下半場鬥嘅唔係邊個錢多，鬥嘅係邊個腦筋清楚。哪怕腳慢咗，只要腦筋仲靈光，就可以有尊嚴有質量咁活着，就唔使俾仔女添亂，就可以享受真正嘅晚年幸福。呢個唔單止係為咗你自己，都係為咗每一個愛你嘅人。